主后2024年8月11日，设立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咱来听读圣经，列王记下卷25章第8到17节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5月初7，巴比伦王的人臣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，用火烧上主的圣殿、王宫、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厝，以及所有贵族的厝。所有缀侍卫长的巴比伦军兵，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拢拆毁。彼时，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留伫城内所剩的人民，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，以及所剩的人拢掠去。毋过，侍卫长有留一寡上爽香的，互因伫葡萄园甲田园种植。巴比伦人将上主殿内的铜条、盆座甲铜海拢拍破，将遐个铜运去巴比伦。因嘛将鼎、杵仔、灯芯的剪刀、放香的撇仔，甲圣殿所有铜的器具拢搬去。放火炭的盆、盘，所有银器的金、银器的银，侍卫长拢摕去。阁将所罗门王为上主的殿所造2支挑、一个铜海，甲遐个盆座带去。这个器具的铜济甲袂称得。这2支挑相款，每一支悬8公尺，顶面有铜的条斗，条斗悬1公尺30公分。条斗的周围有铜做的网仔甲射流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前无偌久，凯美风台造成台湾中南部大风大雨做大水，袂少所在有的大水淹入厝内。风台过后，清理家园爱点掉一寡家具甲电器。包括我的故乡新港，我要转去，会经过北港溪边一个庄头叫做轮仔，伫庙埕甲路边也囤几大堆的淹水过的粪扫，袂少是家具甲电器，拢去互大水淹歹去，等待粪扫车一车一车豆豆清运掉。有的人田园农作物也淹死去，无通收成。养殖业也真惨，有的鱼仔、虾仔走了损失袂少。以前我伫婚姻口湖的义务牧会，会友的阮仔放粉叶仔，就是一般咧讲蛤仔，也无够大，就会跳窟，死了。阁着爱请人甲顾起来，一年的辛劳毋若做白工也乌有去。较早，阮兜有饲鸡场甲饲猪仔，鸡仔着加济就规条爱总清灭，猪仔若着靠蹄椅，也是拢爱甲走灭。而且后来就因为安尼规气连猪条也拆掉，无阁饲猪。顶面所讲是非常的损失，真互有的人火烧厝烧了，要哭无目屎；有的工厂也是公司烧去，甚至着阁歹负债。总是一个国家受消灭灭亡去，有当时这是天大地大巨大的灾难。今日
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列王记下卷第25章，也就是列王记下卷的完结篇，则讲到南犹大国灭亡的代志。这也通参考历代志下卷36章以及耶利米书40章到52章相关的记载。但先咱来看分段，第一小段25章的第10到第7节，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沦陷。犹大国将近灭亡的年代，巴比伦人建立橫扫中东的新巴比伦帝国，这做当当时超级大帝国。毋过，迄时的北非的埃及也拄好咧强盛中，就甲巴比伦对立争雄。南犹大国虽然也互巴比伦拍败，毋过也无完全甲消灭，因只是要求南犹大国爱做巴比伦的属国，只要听话信服甲纳贡。南犹大国业伫巴比伦、埃及两大强国辅导之下，有人选择我巴比伦，也有人亲埃及。当然，也有中立派，毋管我上拢好。迄时，南犹大国的末代国王西底家听信巴比伦得要败亡，早前受掠的人也会阁倒转来，所以伊决定投靠埃及，就反叛巴比伦。当然，因为这缘故，巴比伦的大军就来攻击犹大，要弭兵叛乱。即便巴比伦王决心要彻底消灭南犹大国，战事是发生伫西底家做王的第9年10月初10，巴比伦大军攻来到南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。总是耶路撒冷的地势歹攻易守，所以战事拖1年半左右。到西底家王第11年4月初9，因为耶路撒冷已经饥荒真严重，住民也拢无物通食，才攻破城。城破一时，军民纷纷逃走。连西底家也出城往阿巴的方向逃走。后来巴比伦的追兵伫耶利哥平原，甲伊入着掠咧，交互驻军伫利比拉的巴比伦王审判。巴比伦王伫伊的面前，甲西底家这个囝杀死，搁压着西底家的目睭了后，甲伊用铜链地掠去伫巴比伦，拄照先知耶利米甲以西结的预言应验。第2段是25章的第80到17节，圣城甲圣殿受毁坏。列王记下卷25章第8节写讲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5月初7日，会安尼记是因为犹大国已经消灭，所以该用新的统治者的纪年来写历史。耶路撒冷受攻陷，无论是圣殿、王宫，甲无分好野善的犹大人的厝，拢陷入火海。巴比伦军兵搁彻底拆除城墙，然后掠所剩的人，只有甲一寡上丧凶的人留伫遐来做事。搁再来就是洗劫上帝圣殿内外
遐有价值的金银铜。所文王花费7年起造美丽荣华庄严的圣殿，费一旦，拢受世劫搬去巴比伦，变成残破不堪。整个耶路撒冷变成做荒废的废墟。第三段是5章的18、19、21节，犹太人民受掠去到巴比伦。有圣经学者讲这是第2次受掠，也有人讲是第3次受掠。毋管安怎翻译，就是耶路撒冷沦陷、受火烧甲拆毁。南犹大已经伫主前587年灭国，距离北国伫主前722年受亚述消灭。南犹大加拖135年才互巴比伦消灭。耶路撒冷沦陷了，巴比伦王的守卫长掠着大祭司西莱雅等等遮个人，有60几岁，去利比拉交互巴比伦王，王甲因拢杀死。其他的犹太人民就受掠，离开因的本地，去到巴比伦。第4段25章29、26节，犹太总督基大利，犹太国受消灭，巴比伦王废除代表王室做王，就甲南犹大改做巴比伦的直属殖民地，设立行省，也任命基大利做总督。迄时有一寡犹太国灭亡的时逃走出去的犹太人，听讲基大利做总督，就走来投靠伊。基大利也替巴比伦王安武遮个人，只要因投降，就通安心住，无代志。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变做废墟，所以基大利就踮米斯巴办公。先知耶利米互巴比伦王放出来，恢复自由。耶利米要求要留踮犹太，也带踮米斯巴来协助基大利。基大利的部下约翰兰提醒基大利爱提防以实玛利是假投降。基大利毋听，结果煞互以实玛利暗杀身亡。了后，以实玛利也掠遐个剩落来的犹太人，逃走去密利埃及。耶利米也有言，遐个走去埃及的人也无好买，这咱通参考耶利米书。第5段是25章27节到30节，讲到犹太王约雅斤受讨放。列王记下卷24章记载，约雅斤做王3个月，就互巴比伦王掠去巴比伦做战犯兼人质。约雅斤受掠去巴比伦，经过37年久。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囝伊利米罗达做王元年，受巴比伦的新王讨放出家。伊甲伊的囝也受巴比伦新王礼遇，地位比其他国家受掠的王较悬，而且佫会当甲新王做伙食，也领生活的津贴。通讲伊诚做巴比伦王的座上宾。列王记的历史讲到这，就做一个结束。当咱通对
量其下悬2章学到啥物？第一，人生归零，对头开始。南犹大国步北以色列国的后尘，也受灭国。上帝对因的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允，也若亲像是一个加几啊球，已经崩破幻灭。以色列国、南犹大国双双灭亡。以色列的子孙，伫因原本受上帝应允之地，但国破家亡，阁受掠去到远远巴比伦，过着无祖国也无乡土、流浪的异乡人，因变甲一无所有。但伫因完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，因的人生归零，就开始有人认罪悔改，就若像浪子回头，请求上帝的赦免，也互因有顶头生新的机会。因经过灭国流亡，回归脱胎换骨，成做一个新的民族，后来称作是犹太人。因也愿意认真遵守摩西的律法生活，这咱伫以后会阁讲到。有时阵人生拄着真大的难题，检测有的人是经济上破产，也是有大笔的负债；检测是健康有歹医，也是医袂好的症头，也是大的意外，也是婚姻家庭出问题，真歹挽回，也是事业工作拄着大的阻挡等等。人生陷入迷思是去了，需要重新开始。人生归零需要重新开始。检测这是上帝互你一个新的契机，要互你怎样振作，怎样面对，怎样奋志，怎样来突破你人生甲生命困境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咱知影义人约伯，伫伊人生完全一无所有，阁互伊上界亲密的4个朋友误会围攻。毋过伊讲，总是上帝知我所行的路，伊考验我了后，我会亲像锻炼过的金。约伯阁讲，我前捌看见你，但我亲捌看到你，这你是咧指上主。人生归零，若会晓认真来追找上帝、认识上帝，这就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。第二，伫这个所在，你讲毋通试探上帝的底线，毋通试探上帝的底线。无论是北以色列，也是南犹大国，拢离弃上帝，拜偶像，上至国王下至凡夫走卒，甚至祭司先知也活踮伫罪恶的深渊。一代过一代，惹上帝生气，最后上帝忍无可忍，就借着亚述的手刑罚北以色列，也借着巴比伦的手审判南犹大国，互因食着国破家亡、流浪外邦的苦头。其实上帝早就通过摩西的律法，教示因着爱选择信靠上帝得到祝福，也是背逆上帝自惹咒诅。上帝也不断透过伊的先知劝勉、警告，爱以色列百姓遵趁上帝的道理去行，就会有上帝同在看顾甲帮赞。若是以色列毋听，一直伫试探上帝的底线。
耶利米书41章到43章讲起南犹大灭亡了的故事，所剩落来的犹大人民来求先知耶利米替因祈祷，因讲：是阮请你替阮向上主恳求，所以伊对阮讲的话，无论是好也是歹，阮拢要尊叹上主，阮的上帝。安尼，阮才会事事顺利。总是当耶利米传达上帝话了后，因竟然毋听警告，执意要流亡去埃及。耶利米就甲因讲：当我将上主的话甲恁讲啦，恁煞毋听叹上主，恁的上帝派我来甲恁讲的逐句话。所以，恁着确实知恁会伫要去寄居的地，因为拄着战乱、饥荒、瘟疫、灭亡。有一个短影片讲，有一只海狗守伫一只鲨鱼的边仔，一直甲鲨鱼人去互鲨鱼顾在伊严插伊。尾仔，鲨鱼活一个身一口，就甲海狗拆食落腹。上帝容忍咱的悖逆、毋信、冒犯，并毋是上帝对咱无可奈何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甲慈爱，要留互咱有认罪、悔改最后的机会。第三，主显神恩，留一线生机。历代志下卷用25章的27到30节，约雅君王伫巴比伦的故事做结尾。约雅君伫18岁时做王，3个月就互巴比伦王掠去巴比伦做阶下囚犯，关37年才得到半自由身，毋免阁穿囚犯的衫，也免阁受关禁。伊的地位也比其他的国王较悬，阁通常常甲巴比伦王食饭，以及得到每日有一份的伙食津贴。对安尼表明上帝并无袂记得伊甲大卫所立永远的约，就算犹大国已经灭国，约雅君互人掠去巴比伦久久，上帝也无甲伊放袂记得，搁怜悯恩待伊，互伊得到王的恩典。虽然约雅君王以后还有西底家王，毋过咱若看马太福音第1章，耶稣的家谱是记约西亚生约雅君甲伊的兄弟受迁徙去巴比伦以后，约雅君生撒略特。咱若看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，咧记讲保罗上诉罗马皇帝到罗马伫听候审问的期间，保罗住伫家己住的厝足足2年久，来访问的人伊拢甲因接待。伊好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，搁教示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拢无受阻挡。咱若对遮看到，知影讲，这咧表明，当当时教会虽然受困迫迫害，毋过上帝还留一线的生机，借着安尼来彰显伊的恩典，互上帝应允，得成袂落空，要得到成就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制。要花的长火，伊也无拍花。咱也着对主有信心，甲有愿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
迄位受伤的芦苇无压止灭火的灯火，无拍花的上帝。虽然有时阵人生行到若像进无路，退无步，毋过你犹原看顾、保守、带领，互阮会当有一个伫一无所有中间，佮重新徛起，重新振作，得到快乐的新的人。我嘛感谢主，互阮也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知影，虽然犹大国也灭亡，毋过上帝你也无完全来袂记得你甲大卫所立的约，以及看顾伫遮的以色列的子孙，互因重新伫你的面前来尊叹上帝你的话，有新的机会伫因的民族诚侪列国的祝福。阮也求你看顾伫阮所住的台湾，互阮虽然面临中国的强大的威胁，毋过阮也通信靠主，安然徛起。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衰。阿免。